國際小母牛主張透過送贈動物同埋提供飼養牲畜嘅訓練，再由農戶之間互相傳遞，建立持續性嘅扶貧模式，將愛一步一步傳遞開去。梁錦松先生自2005年開始擔任小母牛香港主席，而葉樹坤先生就係小母牛香港副主席。一直以嚟，佢哋都身體力行，代表小母牛遠赴山區貧困村落進行探訪工作，考察國內嘅貧困情況同埋小母牛嘅扶貧成效。今日兩位仲約多個朋友一齊分享過往嘅探訪經歷。我哋去過幾多地方嘅，你一揸住呢張咧，係喺安徽。安徽係喺安徽咧，就嗰次我哋就去捐咩咧？就唔係捐小母牛，係捐魚。我太太認識 Sammy， 知道佢係一個好肯幫助其他人嘅人。咁而我太太亦都係小母牛嘅愛心大使。咁所以我太太咧就介紹阿 Sammy 俾我哋識。呢一個咧就係我當時喺個魚排度試下瞓嗰個農戶，其實唔好話冇農戶啊，即係漁戶佢嗰個魚排上面嗰張牀。咁呢個最深感覺咧就係嗰張牀好短，可能因為佢矮啲啦，咁所以我腳本身唔直。同埋你發覺咧，就係我哋俾嗰啲即係動物扶貧啦，譬如我哋俾啲羊啊、俾啲豬啊，咁佢哋養咧，佢哋養咗之後咧，就通常啲豬啊都生得好快嘅，佢哋。我好喜歡小母牛佢背後嗰個理念，佢特別係傳遞禮物、延續關愛呢一個點咧，我好中意就係話受助家庭佢得到幫助之後，佢會有咁樣嘅承諾同埋責任去幫助翻其他有需要嘅家庭。喺內地嘅貧窮地方，好多父母咧好耐先有機會見到仔女一次，令到仔女咧係得唔到父母嘅愛。但呢啲父母咧，佢唔係無情，而係佢哋為咗維持生活咧，係被逼要離鄉別井，去好遠嘅地方打工。小母牛嘅扶貧方式係喺幫助佢哋脫貧嘅同時，亦都可以改善留守兒童嘅問題。父母可以返到孩子身邊，一家團聚。希望呢次你可以代表小母牛，將關愛帶到雲南嘅地方。好啊，放心交俾我。終於嚟到雲南啦！喺2011年尾嘅國家統計咧，全中國嘅貧窮嘅人口係達到1億2800萬，而淨係雲南省呢個地方嘅貧窮人口就係佔全國嘅第2。咁到底貧窮嘅標準係乜嘢呢？根據2011年最新嘅國家貧窮嘅標準，一個農村嘅家庭每年人均收入低過2300蚊就被視之為貧窮戶啦。為咗脫貧，呢度好多父母都會選擇離開家園出外打工，呢個係佢哋唯一可以改善屋企人生活唯一嘅途徑，亦都係佢哋能夠表達對屋企人愛嘅一種方式。咁但係選擇離開家園，其實係咪真真正正能夠帶俾佢哋屋企人快樂呢？聽日起一連4集 ，Sammy 會親身體驗雲南農戶嘅生活，仲會帶埋一位曾經參與小母牛學校籌款活動嘅香港小學生鄭樂思，深入了解當地貧窮嘅狀況。一個活喺貧困家庭，一個活喺香港大都會，呢兩個小學生嘅生活可以有幾大差別？ Sammy 將會聯同香港小六學生思思一齊探訪生長喺貧困農戶嘅女孩，為咗體會女孩艱辛嘅生活，佢哋會一齊返學，製作豬糧、餵豬、擔水，親身感受一個10歲女孩點樣代替爸爸，肩負起照顧家庭嘅重擔。作為妻子，你可以為一頭家付出幾多呢？ Sammy 將會走入貧苦家庭，帶你親歷一個女人為家庭無條件付出嘅真實故事。長期同丈夫分離，仲要照顧抱養嘅奶奶、寄住嘅侄仔同年僅2歲嘅幼女，親身接觸過養換果 ，Sammy 有咩體會呢？曾經失去，先明白當中嘅難能可貴。曹有俊同太太過去為口奔馳，長年在外，今日佢哋終於可以一家團聚，自力更生。Sammy 同思思將會探訪佢哋，分享佢哋嘅喜悅，仲會親身感受得到幫助之後，佢哋喺生活上嘅種種轉變。要令到喜悅嘅版圖擴張，分享係其中一個最好嘅辦法。Sammy 同思思會同受助村民一齊參與小母牛嘅禮品傳遞儀式，
見證受助農戶將牲口傳遞俾其他貧窮戶，佢哋仲會與民同樂，感受簡單嘅快樂同埋幸福。小母牛透過捐贈牲畜，建立持續性嘅扶貧嘅模式，令到農民可以自力更生。喺近30年，內地已經有超過9萬戶嘅農戶係受惠。你都即刻打電話嚟，每月只係捐出100蚊，一齊傳遞禮物，延續關愛。電話號碼係22353833。想更了解小母牛扶貧工作詳情，可瀏覽小母牛網站或 Facebook。